哎呦，你真个结棍噶！2只粽子，2块饼，一袋吃3块钱，你在我俩吃得个哪多啊？白吃特只为大半碟子菜，他就一个人在那边吃吧啦，一个人干光。哪有点有劲做啊？啊！人家扣扣，你这倒不？来，你扣扣扣扣，你搞害羞的。把扣扣拎起来。哎呦，真个跌出来着！哎，我讲俾你听啊，一到前头预备贵点的，2年之前嘅些辰光，我带一个上海粉丝，一个白眼狼一来带来个，不要信的。我现在，拿来领只狗呀，结果第2天才回他，就是拿来领养。哎，那带前头冲我整整2年啊，一个白眼狼。你白相个地方待着啊，吃菜鲜花在那2只粽子3块饼，你当心啊！哎，你经常去会贴边也头脱噶。哪可能呢？今天当你上生物课啊。小黑的。哎呦，酸的，一棒子倒下来的。不是买点嘛？哦，对个，一个一个过来，一个慢慢种，那个不咋地。你到手上这个棒子个印记，最日文的可呢？你本你不是一太个呀？这个东西的特点就是甜的要命，酸起来酸的要命。上课有趣还是这里有趣？这里。啊这个，临醉之前再吃脱2只，不吃白不吃。还是水太多太，哎呦个水汤汤的啊，侪是个厚，你要是人家得不得了，再不出来要昏过去。吃脱些地方说句对吧？你记得我上趟参生生几辰光，2006年来鱼缸打一个鲅鱼，也是吧？哎，谁知道上趟去按在你的肺？哦，你妈呀！没说这个人暧昧啊，一个民上去还判罪的。对呀，很好的呀。剂量上升判1斤罚罪。对，上升就很果的。啊这个，菜还上升刚吃回的屋里，谁知道泄了一个卫星，李保斯中了阿鱼空，开女大嘴的请我吃饭。哎呦，俺看错他家，5分。再看看今朝太阳从糯米出来，因子体分出来，最关键个问题也隆隆清爽。哎呦，夸大夸的。再晓得么上个海里打牙齿个辰光，分海医生一叫我水打我默默之意呢。当然了，吃之前会带一个地方去喂喂。我正还弄个味的呀，那吃馒头看人手。我送那个米开吃了一个口袋里。啊是个。再我好。神奇款样的上下来，饭店小蛋糕侪是曾经的首轮放着厂。辰光还早，正好让我去看看90年代之前，达正窑丝织厂、东吴丝织厂齐名的明星企业，现在付出了搿点少个名堂金。学堂里毕业，水利队一开，劳动工资扣100单，铁饭碗谁来着？40年之前，头2000人，推子脚踏车，搿只3人，导致水波闹平，海荡荡、进进出出的辰光，你都做梦也不会想着，余在1日会得成为失业大军当中的一员。吃花样米第2浪当，楼着定薪上平高，各种想出瓜带个花样精，我家里个拿一盘龙头企业，爬得连工资也发不出。免费厨房、医药费、退休工资全来办，辣海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流当中，统统变成共乌托邦式的南极。随上上头挂了海一只电灯牌，耀目光临，五彩缤纷，再生猛士，还不容易等待太阳出来。原来来者繁华落人